请问上大眠是形容人安怎呢 ？A. 摔到头壳昏昏去 ；B. 就是迄边大人日时困伤久；C. 就是安尼倒落睡困去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来，你敢知啊？想这个物件真罕用啊！困伤嘿啊，那困伤久了，想睡大眠啊，哎，倒落睡困，倒落那嘛困，可能那嘛动作使啊，是昏去还是啥？倒落睡困倒落睡困去哦。倒落睡困去。敢是伊的动作倒向遐像。是打一个，你敢是打一个？没有，你讲什么意思？来啊，快点来啊！投票啊！投票是 A 举手， A 举手，无 A 无 A，举手，给，牙手无 A， 啊，一个，好，是。哎呦，真正确定，对，确定哦，有当时拄运气嘛。对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确定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倒落睡困去，对唔对？来，终于有得到4星了。来，咱来问老师。嘿，拄则咧讲迄倒向遐，迄一个动作嘛，嘿倒向遐就是拄仔咧讲，倒落，就是迄个动作，咧人大面就是讲困到足沉的安尼啦，嘿，所以就是这个意思，嘿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